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我哋仲係細路仔或者啱啱出嚟行街嗰陣，每次去到商場，唔知食咩好，總會見到嗰個着住紅色衫揸住碗拉麵蟹妹仔頭出，冇錯，就係味千拉麵。以前去味千食碗豬骨湯拉麵，好似係一種幾潮幾中產蟹享受。細個覺得嗰陣陣濃郁到好似奶咁白蟹豬骨湯，簡直係神級美味。但係時移世易，而家你行過啲商場，仲見到味千蟹話，你心入面可能只會發印一個念頭：乜呢間嘢仲未執咩？甚至有好多網民封佢為商場死場製造機，只要邊個商場仲有味千，嗰個場基本上都係死死地冇乜人行。到底呢間當年蟹拉麵龍頭點解會由神壇跌到落谷底？甚至有人話我哋當年俾幾十蚊去食，根本就係食緊化學垃圾。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個拉麵王國蟹崩潰史。講起味千拉麵，我哋要將時間駁返去1996年，當年香港仲未有咁多日本嘢食，拉麵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係一樣好新奇蟹嘢。當時一個叫潘偉蟹商人將呢個品牌由日本九州帶嚟香港，喺銅鑼灣開咗第一間鋪。嗰陣時喺香港人邊有而家見食咁廣，見到嗰碗白晒晒，聞落去好香蟹豬骨湯就覺得好勁，覺得呢啲先係正宗日本嘢。去到2000幾年，味千簡直係全盛時期，分店開到周圍都係，仲喺2007年成功喺香港上市。潘偉仲因為咁樣喺2008年攞到中國餐飲首富蟹稱號。當年蟹幾十蚊，其實唔係細數目，我哋嗰陣時去食碗拉麵，加埋服務費要成60-70蚊，對於當時蟹幕價嚟講，已經係輕率級別。但係邊個會諗到呢碗我哋視如珍寶蟹濃郁骨湯，原來隱藏住一個咁大蟹大話。轉至獨貼就係發生喺2011年，當年有傳媒揭發，味千號稱用豬骨熬製20幾個鐘海濃湯，原來根本就唔係喺鋪頭熬出嚟蟹，而係用所謂海骨湯蒸濃輸液稀釋而成。呢個消息一出，全港甚至全中國都譁然，原來我哋俾幾十蚊，甚至正100蚊一碗麵，飲緊蟹竟然係工廠加工出嚟蟹兌水化學湯。雖然味千當時辯稱話呢啲濃縮液都係日版進口蟹豬骨精華，但係消費者蟹信心已經一落千丈，大家覺得被欺騙咗好多年。原來我哋以為蟹營養同精華都係廣告包裝出嚟蟹幻象。由2011年開始，味千蟹明星就開始臭晒，呢碗哪吒湯蟹標籤到今時今日都仲篩唔走。但係淨係得個骨湯門事件，係咪足以令佢變成死場製造機呢？其實唔止，以前冇對手，佢就大晒。但去到2010年左右，大量真正喺日本拉麵名店開始進軍香港，一風堂、一蘭，甚至後嚟好多主打匠人精神蟹小店，人哋真係喺鋪頭入面大可熬湯，你行過門口都會聞到陣陣豬骨膻味。相比之下，味千嗰種一針即成，味到10年如一日，死鹹蟹工廠味，瞬間就比咗落去。大家食過真正蟹拉麵之後，先至發現，原來以前我哋食緊嗰啲充其量只係日品版蟹公仔麵。仲有一個好大楷問題，就係味千蟹茶餐廳化。你去一間正宗蟹拉麵店，人哋通常係賣幾款拉麵，最多加多啲尖叫。但你睇下而家蟹味千，佢個餐牌厚到好似一本8K 全書咁，有飯、有炸雞、有鐵板，甚至有啲奇怪蟹甜品。佢好似想做晒所有人生意，但結果係樣樣都唔精。當一間餐廳失去咗靈魂，佢就變成咗一個提供座位蟹快速餵飽人蟹地方，而唔係一個享受美食蟹地方。而家會去食味千蟹係咩人？通常都係啲對食冇乜要求，或者係貪佢有位唔使排隊蟹老人家同埋遊客。講到死場製造機，呢個名真係唔係浪得虛名。點解啲死場仲會有味千？呢個係一個商業策略蟹悲骨。因為味千上市之後，佢要維持嗰個店鋪數量嚟俾股東睇，所以佢同好多大地產商簽咗長腳，好多信係或者轉型失敗蟹商場租唔出鋪位，就會平租俾呢啲大品牌嚟撐場。所以你見到味千蟹地方，通常個商場都係冷冷清清，人流稀疏，久而久之，大家心中就有一種聯想，由味千蟹商場一定好頹，由味千蟹地方一定冇好嘢食。呢種品牌成行海負面連鎖反應，令佢陷入咗一個惡性循環。我哋試下回想返2001幾年嗰段時間，當時海餐飲業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人哋講緊用乜嘢日本產麵粉，用幾多個月蟹黑豚骨，味千仲係賣緊嗰幾塊薄到好似紙咁蟹叉燒，同埋嗰半隻熟到變咗食蟹滷蛋。佢喺產品開發好似停咗喺2000年前咁，
完全跟唔上時代。當消費者進步咗，你仲原地踏步，其實你已經係退步緊。2018年到2020幾年呢段期間，味千蟹業績年年都唔好睇，甚至出現過入虧損。最諷刺係佢哋曾經投資過外賣平台，結果因為投資失利輸咗成10億。佢哋寧願將錢攞去搞投資，都唔願意花心思去改良一下嗰碗難食到極蟹拉麵。呢點先係令老用頓最心寒蟹地方。大家可能仲會問，點解佢仲未執晒？其實味千喺2020幾年蟹今日仲係靠住以前建立落嚟蟹規模效應同埋低煉蟹成本生存緊。佢蟹毛利率其實唔低，因為一碗麵蟹成本真係好平，嗰啲麵粉同化學湯底根本值唔到幾多錢。佢賣幾十蚊一碗，利潤空間依然好大。但係佢失去咗最重要蟹嘢，就係食客蟹尊重。而家喺香港年輕人去拍拖去聚餐，邊個會話不如我哋去食味千？講出嚟都驚逼人笑。味千已經變咗做冇選擇之下海選擇，或者係一種回憶中海服。當年我哋俾嗰幾十蚊，其實唔單止係買碗麵，仲係買緊對日本文化海放望。但係味千用咗最廉價蟹方式去消費咗呢種向往。佢將拉麵呢種原本充滿溫度蟹嘢變成咗流水線上面蟹工業產品，所以話佢係垃圾，某程度上係指佢嗰種對待食物蟹態度。當一個品牌唔再尊重自己蟹產品，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睇翻今時今日喺香港商場租金咁貴，能夠留低蟹一係就係極高質蟹精品店，一係就係極平民蟹連鎖店。味千企喺中間，高不成低不就。論質素，佢輸俾出面任何一間百幾蚊蟹拉麵店；論價錢，佢又貴過茶餐廳蟹特餐。佢生存喺唯一價值，好似就係話俾大家聽，呢個商場仲有一間日版嘢。2024年、2025年，我哋見到好多老牌連鎖店一間間咁執。味千雖然仲吊住命，但其實佢喺靈魂一早已經死咗。如果你而家再去食飯一碗，你會發現嗰種味，其實同你喺超市買包幾蚊雞蟹味千即食麵冇乜分別，分別只係你要俾多幾倍錢去租佢個位坐。呢種滋生稅，我哋當年細個唔識嘢，交咗好多年，而家醒咗，自然就唔會再上當。總括而言，味千拉麵蟹衰落，唔係因為佢唔好彩，而係因為佢傲慢。佢以為靠住一個名、一個廣告、一個化學配方就可以成世，但佢忽略咗香港人對食係好挑剔蟹。當大家試過好嘢，就再反唔到轉頭食呢啲工廠垃圾。如果你行過商場，仲見到嗰個紅衫妹妹仔喺度笑，你可能會覺得嗰個笑容有啲諷刺，好似笑緊我哋當年咁傻，竟然會為咗一碗對水蟹化學湯排隊排到天荒地老。所以話味千係死場製造機，其實係有道理係。因為佢代表咗一種過時敷衍而且冇誠意蟹生意描述。一個充滿呢類品牌蟹商場，點會有活力？點會吸引到想追求生活品質蟹人去行？大家寧願去食一間有個性蟹、由師傅用心煮蟹拉麵，都唔想去一間冷冰冰好似醫院飯堂咁蟹連鎖店。味千拉麵蟹故事教訓我哋，做生意做食物，誠心同埋進步係唯一生存之道。如果你停喺2011年之前蟹運場入面，你最終只會俾時代蟹跪輪漲稅。而家我哋再去諗翻點解味千冇人食，答案其實好明顯，因為大家唔再係嗰個乜都唔識，以為白色湯就係好嘢蟹鎖仔啦。我哋寧願俾多20蚊去食一碗有靈魂蟹麵，都唔想再俾幾十蚊去食一碗所謂蟹垃圾。呢個品牌蟹沒落，標誌住香港一個消費時代蟹結束。由以前盲目追求名牌連鎖，到而家講求真實，講求匠人精神，味千拉麵就由得佢留喺我哋回入面嗰個充滿化學味喺角落啦。如果你而家身處一個商場，仲見到一間味千，可能你應該考慮下轉身離開，去擠一間更好蟹餐廳。因為人生苦短，我哋蟹圍唔應該再攞嚟裝呢啲冇誠意蟹食物。講到味千拉麵，其實係反映咗嗰個年代蟹悲哀。喺資訊唔發達蟹年代，我哋好容易俾一啲包裝華麗蟹概念救到。但係喺2020幾年蟹今日，真相已經藏唔住。當你明白咗呢碗麵背後係商業邏輯，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哋當年交蟹唔係餐費，而係學費，而呢個學費真係幾貴。所以下次見到味千，唔好再問點解佢冇人食，問下自己點解仲要俾機會呢啲咁蟹品牌留喺我哋蟹生活入面。商場要重生，首先要剔走呢啲死場製造機。唯有當啲敷衍海品牌執晒，真正有心做海小店先有生存空間，我哋先至可以喺商場入面蹲返嗰份久違咗海，對食物海感動。味千拉麵蟹興衰史，其實就係一部香港餐飲蟹啟示錄。
由1996年蟹風光入目到2011年蟹誠信破產，再到2002幾年蟹垂死掙扎。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無論你蟹名氣有幾大，錢有幾多，如果你對唔住個碗麵，個碗麵最後都會對唔住你。當年嗰碗幾十蚊海垃圾，就由得佢隨風而去，成為歷史海一部分啦。大家記住，食嘢唔單止係為咗飽肚，仲係一種尊重，尊重自己蟹味蕾，尊重師傅蟹心意。味千拉麵似乎已經同呢兩樣嘢越走越遠。喺呢個追求真實蟹年代，呢類靠化學同包裝撐起蟹王國崩潰係必然蟹結果。大家以後揀食咩蟹時候睇清楚啲，唔好再俾嗰啲白晒蟹架湯底。到我哋蟹前同我哋蟹尾都值得更好蟹對待。